歐菜廚房三淨機，一部搞掂水食物潔淨嘅衛生新電器。警惕廚房中睇唔見嘅細菌病毒同農藥殘留可能到達餐台，點樣先可以解決隱形嘅健康威脅？歐菜廚房三淨機採用專利嘅低壓水解臭氧技術，從源頭阻斷病從口入。操作簡單，輕觸電源掣便可開機，可按需選擇潔淨安全嘅臭氧水或者臭氧氣體。高純度、高濃度嘅潔淨臭氧對人體無害，能夠有效殺滅99.99%嘅細菌病毒，去除96.7%嘅農藥以及化學殘留，確保飲水潔淨、食材乾淨、餐具器皿徹底消毒，亦都可以分解廚房有害嘅致癌物質同埋油煙味，廚房空氣更加安全又清新。三淨機設有定時功能，自動熄機更方便。雅比迪室內健康舒適環境營造，品牌集合店。